下吗？在哪里？在那里。欢迎您。不知道是否能够31年之后再度斩获金鸡，加油！当然还有第1次提名金鸡奖的倪妮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倪妮紧张吗？还好。还有藏族姑娘杨秀措在哪里呢？欢迎你，欢迎。预祝今晚能够有好的运气。那还有今天没能够来到现场的王丹妮，她是一位新人演员，可以说把梅艳芳塑造的入木3分。不知道她是否今晚能够斩获金鸡？是，而且今年的提名名单当中还有一位年仅9岁的小演员，刚才朱一龙提到的杨恩佑佑佑。在哪里？佑佑，哎，在那里。他是金鸡奖历史当中年纪最小的提名者，而且说来也巧，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我跟佑佑在同一个剧组，在电影《交换人生》当中也有合作，佑佑在里面也有非常精彩的表现，所以佑佑，祝你好运！希望你能够接收到这份好运。那如果今晚佑佑得奖的话，将会创下我们今年的金鸡奖的一项记录了，就是年龄最小的最佳女主角的获得者。哇，竞争很激烈。那我们马上来揭晓结果，让我们有请开颁奖嘉宾刘晓庆、王景春，有请2位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晓庆。我是王景春。有人说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，问题是我们要看到是怎样的一张脸。这张脸应该是美的，而这种美应该是内外兼修的美。或者说，这张脸应该是一个窗口。我们通过这张脸看到他内心的充盈和丰富，看到时间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，看到他的人生是如何在历史的潮流中滚滚向前。下面请看大屏幕。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评委会提名：倪妮《漫长的告白》是阿川，王丹妮《梅艳芳》是梅艳芳。只要一日我仲喺呢個圈入，我就會唱更加多好嘅歌俾大家聽。奚美娟媽媽是女兒馮繼珍。等人的滋味好難受。楊恩佑人生大事是吳曉文。楊秀措黑帳篷是央金。获得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的是奚美娟妈妈。恭喜奚美娟老师，有请获奖者上台领奖。评委会评语：奚美娟在影片《妈妈》中遵循角色的需求，以炉火纯青的演技、细腻有层次的情绪表达，与剧中角色融为一体，创造性的生动展现冯继珍患阿尔茨海默病3个不同阶段的生活状态，在平静的表演下蕴含情感张力，在个人成熟的演技中丰富了新的表现力，可授予最佳女主角奖。我们有请2位颁奖嘉宾为奚美娟老师颁奖。请奚美娟老师发表获奖感言。